伊即摆是就想讨论讲，这款的乌冬敢真正会就要 collapse， 还是有啥物件会造成？所以伊讨论是所以一开始的这设定来讲，就奇怪，一个星期。哦，这是一粒行星安尼，这行星最后要死的时阵，中的这个气它不是在collapse， 最后中的所在就变一粒好，所以伊这个 simulation 的设定差不多是应该过 simulation 10 to the 12 centimeter 10 to the 12这我懂啊，这